能不能换人？换人？我们万花楼的姑娘那是我跟你说，待会儿你一定要好好的听话，别总是一副哭丧，知道吗？那是莲香嘛。客官，你莲香，恩公救我！怎么回事？恩公，我爹把你给的钱又输光了，然后100两帮我卖到了杏花楼。喂，怎么，你们认识啊？能不能把他放了？你说什么？放了他？你是不是开玩笑啊？他是我花了100两银子买回来的，代表我们杏花楼来万花楼选花魁的。我要放了他，谁来代表我们杏花楼扬名赚钱呢？那你要多少钱才能把他放了？怎么，你们两个是老相好啊？不对呀，这莲香还是一个厨，怎么可能和你是老相好呢？说，你到底是干什么的？我是干什么的并不重要，我就问你，多少钱你才能放了他？口气不小嘛！哎，你真想赎他呀？开价吧。行，你要是真想赎他，给我500两就够了。500两？怎么？没钱是吧？没钱那就少扮英雄救美。你这种人，老娘我见多了。让开，让开！哎，别妨碍我们选花魁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我们莲香呢是又年轻又漂亮，一旦选上了花魁呀，这身价一定倍增。到时候你想赎她的话，那至少1000两了。走，等一下。怎么了？没钱赎人，能不能换人？换人？什么意思啊？用我换他。我这做了一辈子的生意呀，我差点走了眼了我。没想到你也是个厨啊，还是一个比莲香更美貌的厨。好，你要换她是吧？我答应你。你是女的，姐姐你还是走吧，我不能再连累你了。别说话，莲香，我一定要把你救出来。我们走吧。你这个人呀，太神秘了，我可得小心一点。这万一你中途要是跑了怎么办呢？我可以放他，不过啊，是在你帮我选了花魁之后，我再放了他。好，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，走吧，换装去。看好他，走。姐姐，姐姐，来呀！刚刚易欢是在这个地方消失的，也没什么别的路了，肯定是进这万花楼了。主子，今天晚上奴才要带你去这种地方，那老祖宗知道了，非打奴才一顿不可。此事你不说我不说，老祖宗怎么会知道呢？可是，行了，别啰嗦，进去。哎呀，是，守着点啊，别动啊！都在这好好等着。哥。丫头啊丫头，你真的是仙女下凡呐！啊，这比去年的花魁呀还美上1倍呢！我跟你说，待会儿一定要给妈妈长脸，一定要把12花楼的花魁给我拿下来。但是妈妈，我能不能先把脑袋上这花给摘了？这花太多了，我戴着难受。不行。那个欢姑娘，只有这身衣服啊，跟这个头饰啊，才最配你嘛！走，其他候选人都到了，就差你了，快点！到你了，就差你了！成了，你等会儿。
楼的姑娘会不会走路啊？对不起啊。今天全城12道花楼的家人都到齐了，花魁比赛正式开始。哦，主子，不好，龙小弟追来，这下麻烦了。现在我们有请上一届的花魁，是谁呀？西域姑娘出场。这个丫头真是风不惊人死不休啊！是啊，不过她这样还真好看。是啊。各位客官，如果您中意我们哪位姑娘，便可以从那里拿一朵鲜花放进那位姑娘的花篮里。今天鲜花得的最多的那位姑娘，便是我们的花魁候选人。候选人将会与上一届的花魁一决高低，胜出者便是今年的花魁。好，各位客官，就让我们来抛花选美吧。谢谢你的花，谢谢。谢谢你的花，谢谢。谢谢你的花，谢谢。谢谢谢谢。哎呀，甜有玉，谢谢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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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会儿再跟你算账。多谢这位客官捧场。这朵花是不会给你的。你投不投给我，我都是花魁。各位客官，经过激烈的抛花选美，结果是……还用我数吗？不用数啦！结果就是我们本届的花魁候选人，杏花楼的欢姑娘。现在由上一届的花魁西域姑娘与本届的候选人欢姑娘进行歌舞比试，谁得的鲜花最多，谁就是本届万花楼的花魁。哎呀，别慌。